迈第一步，右脚迈出去的时候，有的太大步了，太快了，知道吗？不要太快，不要太大步太快因为这里不安全的，这样好不好？然后选择好，比如说你刚开始是从那边对不对？然后选择这大概都在中间这一块大理石，对不对？这是你走路的所以你先认定好你的路线是这一条了，就等一下走，但还没走完之前，你就一定都在这一条上走，你不要走偏左或偏右，懂不懂？之所以会偏左偏右，就是跟你的脚有关系，或跟你的拐杖有关系，因为拐杖跟脚是往前进的方向，懂不懂？你拐杖正前方，脚正前方，前进一定是正前方你拐杖如果说有交叉外向内交叉、外交叉，脚出去也是没有直线的话，那表示你的前进方向就不是直线，一定是往你拐杖跟脚的方向走，这一定懂吗？因为脚跟拐杖是你前进的方向，一定是这样。你刚刚呢第一个说的就是快以外，第二个你的脚在抬起来的时候，右脚抬起来的时候，重心要摆在你的左脚上面。对。你没有，你都出来是靠脚。不够，你每次抬起来的时候，它弹过去嘛？不是，你每次抬起来的时候，脚抬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这左脚会移动，它表示你的脚，如果你在左脚正上方90度的话，它绝对站在这边，你脚抬起来，它绝对不会，这个左脚不会这样移动所以表示你抬起来的时候，你靠你的手力当时很痛。你们的作息不都是家人？我知道嘛，跟大拇指没有关系嘛。很痛，不然是靠很痛。那你不靠脚你不靠脚，不是你不靠手不行啊，你手。很痛，那我怎么跑？下面跑。然后你的那个左脚右脚出去的时候，你会有点往内靠近靠着左脚。我们脚出去，我讲是它的方向，而且是直线出去的一定是这条线。比如说你左脚在这里，直线出去，不管走到哪里都一定是直线。你们慢你不讲理的话，你看你都偏的不多，没注意的话会看不出来，但你会慢慢这样，慢慢你看到最后偏你这一块大理石了，对不对？你会往这边，但是也在正前方，在前面呢，但是你慢慢偏到另外一块大理石这边呢。为什么这样？是因为你的右脚踩出去的时候是有一点向内，向这个左脚靠一点点，所以注意抬起来的时候一定正前方出去的正前方，不要往内靠，你会有这种现象。然后你的左脚出去是对的，但是右脚出去呢，除了往内靠，是往外偏，你是变这样，你没有这样正前方，你是有点这样，所以变成这个是左脚对的，右脚是往你的右前方过去知道吗？你又靠这边，然后又这样，人是有点斜的在走，你的重头不在这个路线上，好不好？有点斜的。